各位香港嘅街坊，聖誕節快樂啊！今日帶大家睇一套位於中山市區嘅豪宅長城南岸啊！我哋可以睇得到屋苑嘅小區係非常之靚嘅，因為佢係文科嘅物業，可以睇得到啲游泳池啦，仲有啲綠化做得真係一流嘅，而且都係現樓現證，即買即收樓嘅啊！而家3萬蚊首期可以上位啦，月供講緊都係2000蚊，係非常之抵嘅啊！屋苑周邊嘅配套都係非常之成熟啦啊！去到三號會員店。去到慢慢為大型嘅商場，去到 COCO City 都係5分鐘一個車程可以到達噶啦，而且呢邊交通都係好便捷嘅，35分鐘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40分鐘可以去到廣州大橋嘅。屋苑呢仲有永利嘅直通巴士，每日有20班次，係非常之便捷嘅。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去睇下屋苑個格局先。好，我哋依家翻到發展商嘅示範單位啦，我哋可以睇得到呢邊都係專梯專戶嘅，呢邊可以放個鞋櫃，呢個位置係可以自己用嘅。利用率都係非常之高，我哋可以睇到入門呢邊呢啲實木嘅裝甲大門全部幫你整好嘅，而且呢邊係做咗一個玄關位，風水個格局係非常之講究嘅。我哋再往入邊睇，呢邊係做咗一個房間，呢邊係一個客房，客房睇上去都係好靚嘅園林嘅景色我哋可以睇翻到呢一個廳，呢一個廳係南北對流嘅餐客一體化，非常之靚嘅。我哋睇翻呢邊露台呢邊，露台呢邊係朝南嘅可以睇得到非常靚嘅一個園林個景色真係睇見整個城市景一覽無餘嘅我哋再睇翻入邊，呢邊係做咗一個餐廳位，坐6到8個人，一啲問題都冇，都係非常之闊落。我哋再睇翻入邊係廚房，廚房係做咗一個 U 字形嘅，睇到入邊呢啲廚具全部都係幫你整好，都係品牌嚟嘅咁我哋睇翻休息區呢一邊，休息區呢邊係做咗一個後間設計嘅非常之靚可以睇得到入邊都係做得非常之精緻，而且呢邊個窗景係對住園林景色嘅。咁我哋再睇翻呢邊主人房呢一邊，主人房都係一個套間都係按照5星級嘅標準去幫你打造嘅，感受一下，可以睇下呢啲全部都係品牌嚟嘅呢邊係主人房主人房都係朝南嘅，同陽台朝出個方向係一樣嘅，睇得出好靚嘅園林景色我哋可以睇得到呢個米八嘅床3邊落地，完全冇問題，而且呢啲衣櫃全部都係幫你整好嘅。我哋依家再睇下下一個單位，走。好，我哋依家翻到發展商嘅另外一棟嘅一個交樓標準，呢度係第2棟呢度係一個900尺嘅交樓標準，我哋可以睇得到呢啲門都係一模一樣嘅，同頭先睇到都係一樣嘅。然後呢，呢個客廳係非常之闊落，睇到呢啲地板都係一個非常之潮流嘅一個灰色嘅呢啲係比較內裝嘅一個顏色入邊呢啲牆體全部都整好，水電全部整好俾你嘅露台呢邊係朝南嘅，都係非常之闊落。我哋睇翻呢邊廚房呢邊，廚房呢啲睇見嘅嘢全部都係幫你整好嘅，入邊呢啲3件套全部都係品牌嚟嘅，仲預留咗一個冰箱位嘅非常之合理闊落然後我哋睇翻休息區呢一邊，休息區呢邊係做咗一個客房嘅，客房都係睇住園林嘅景色對面呢一邊呢係做咗一個公共嘅衛生間因為我哋呢個係交樓標準，全程冇開燈嘅，可以感受得到採光非常之猛。呢邊係做咗一個兒童房，好 Q 嘅一個兒童房，到時候可以根據各位公主王子嘅風格去打造。我哋再睇翻呢邊個主人房，主人房都係一個套間嚟嘅都係按照5星級標準去打造嘅呢邊都可以睇得到非常之闊落，而且可以睇到呢啲陽光係可以直射入嚟嘅每日瞓醒企喺呢度睇到外面個景色都係賞心悅目嘅。好啦，咁我哋依家示範單位都睇晒啦3萬蚊首期就可以上位，月供講緊都係2000蚊嘅，中意嘅聯繫我哋。